大家好，我叫阿租，今次係我第一次拍片配音，希望大家鍾意。上星期呢，我去咗西安。喺西安呢，有幾個景點一定要去嘅，而第一個就係大唐不夜城。成個大唐不夜城呢，其實係以一條以大唐盛世為主題嘅步行街。成個地方呢，都充滿住唐朝建築同埋民間表演，等你置身於古代一樣。今次呢，我哋先由南門出發，直上去大雁塔廣場。喺廣場嗰邊呢，每一晚7點同埋9點呢，都會有一場燈光音樂噴泉 show， 記得霸定靚位去睇啦。呢個呢，係成個大唐不夜城最出名嘅表演，北斗翁姐姐。太走了，没到那里。来肉夹馍过来看一下来。来肉夹馍了，开箱。来汉服需要不？装汉服。每經過一段路呢，佢哋就會有啲歌舞表演。就係呢個 DQ。甩佢啦！
打對家喺度，加油支持啦！佢係喺嗰個咩喎？係要喺人哋。係100.25直行係㗎啦。打车坏了，再折磨就开多短。其實成個不夜城最靚嘅呢係佢哋啲建築。呢個呢係一個聲音水池，你叫得越大聲呢，啲水就噴得越高。给你自己的，就给你自己的。哎呦。我觉得他妈回他妈4句，给人家展示啥劲儿了？孩子有鸿鹄之志呀，拿着，哎，去吧去吧，掌声欢送一下，给孩子咱多给。
精准的。这个事儿大。之後呢，我哋入咗旁邊一個西遊主題樂園。呢個桂花吊梨湯呢，就即係等於我哋嘅燉雪梨，但係佢完全冇落糖嘅，所以一啲都唔好飲。你嗰陣時嗰支夾都唔聽，但係啲好啲就得。但係佢呢個去到呢度再一直行呢，你就會見到玄奘法師銅像同埋大艾塔。你要預多20分鐘時間呢，先至可以去到大艾塔廣場。
各位市民、游客朋友们，本场水舞光影秀喷泉表演到此结束，您可以由西侧继续向南参观游览。